萬美玲的後生嘛是桃園市議員的參選人蘇廣榮，嘛有真濟爭議。昨暝蘇廣榮佇社群平台鋪文，講要放棄掉國民黨的提名，但是並無明確講到退選兩字，所以是毋是有可能會用無黨籍的身份宣告底呢？伊的媽媽萬美玲講支持嘛尊重後生的決定。針對着蘇廣榮的爭議，桃園市長張善政也是無回應。在這個場合問一些正向的問題，好嗎？好，謝謝。對蘇廣榮的爭議，張善政同款無回應。不過，民的笑容敢是代表講蘇廣榮的飛機暫時閃過。針對暴力風波，蘇廣榮昨佇咧面冊擱一擺鋪文，講學生時期袂曉想，雖然家己用負責的態度回師咧買花，不過情緒和相關的攻擊並無停歇，為着不互家己的事件造成黨內黨志中觀的困擾，嘛要避免影響選戰布局，我決定放棄中國國民黨的提名，繼續彌亂走基戰，聽民意心聲，閣有兼備反省檢討，看到這應該是市黨部的約談蘇廣榮了後的結果。那既然大家討論度這麼高，對選情當然也是會有影響。最後我們當然是共同的討論，找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案。那我們也祝福他。只是斟酌看蘇廣榮的鋪文，講決定放棄中國國民黨的提名，繼續走基戰，無明確講到退選兩字，和外界在咧曉敢會以無黨籍的身份宣告底。他在他的這個聲明上面已經有說得非常的清楚，個人是支持，也尊重他所有的決定。蘇廣榮的媽媽萬美玲無替後生回應，不過就算黨部出手處理，地方人士聽到蘇廣榮都無想要擱提到這件代誌。士廣陽他現在不會國民黨，還在講士廣陽公職參選人，我們希望大家清楚。避免爭議繼續炭燒，國民黨先甲蘇廣榮切割，安那後一步會再個變化。